度咧，我哋3月23咧，我哋都跟住18鄉呢度舉辦英校巡遊。我哋好多謝入邊好多人啊，因為咧我哋出英歌隊，英歌隊咧其實咧都一次出場咧都唔係好簡單嘅事，因為咧人力物力啊要訓練嗰啲嘢。咁呢度咧我哋都要多謝好多人先。阿金師傅咧就今晚唔得閒去旅行，阿馬師傅啦，同埋學生哥啊，英歌隊啲人啦，同埋高明英來嗰啲幫我哋化妝，同埋我哋個化妝師子明同埋阿四都未見，同埋秘書成家人同好多義工啊，多謝英歌隊呢班人先，我哋即係喺元朗呢次咧表現都非常之出色，都係好多人讚賞嘅。咁你話英歌隊咧要跳到好似大陸咧咁叻咧，就係即係仲有少少空間嘅，繼續努力啊！咁今晚咧就呢度我哋刨下嘢，大家開開心心，多多支持啊！好，多謝大家。各位主席、各位副主席啊、各位會長同埋各位善信，大家晚上好啊！時間過得好快，眨眼間咧又到咗今年1年1度嘅我哋全條花炮會1年1度嘅聚餐，咁就喺呢度咧亦都我哋今年就投咗2個花炮，一個咧就係第14派。一個咧就係第26炮，咁咧喺炮上邊啲福物咧就帶過阿嫲咧，咁我哋今晚咧就希望大家在座嘅善信都踴躍一啲拍埋一啲福物帶翻屋企，咁希望今年大家身體健康啊，做生意嘅咧就生意興隆，橫財就手，咁買咗翻屋企咧就一家大細都平安出入健康啊！好，多謝各位。咁我哋而家咧就準備開始拍埋一啲福物。你坐低就得嘅啦。仲有咧有少少嘢想提醒下大家善信你哋嗰啲參券咧就要去秘書嗰度咧就係要還票入座嘅，咁希望跟翻大會嘅安排，咁希望大家都會坐得舒服、食得安樂多謝大家合作。咁我哋而家咧就首先第一個咧就係發財姜第一個起級價咧就係880蚊，880蚊。睇下邊個先發財頭生仔姜發財姜會長有興趣可以出嚟睇下㗎，唔緊要㗎1800，嗰位女士咧2800，1800，就公嘅1800蚊第一次有人出咗啦，1800，咁其他善信仲有冇人有興趣添啲？將個發財姜帶翻屋企，希望今年嘅財運咧都好似嗰個發財姜咁1800，仲有冇人多啲添啲發財姜咁多個1800，有冇人多過1800？有冇人多過1800？
會長有冇興趣啊？方會長？哦，一陣先，好，冇問題。好，第二聲先吧。阿哥問下2200，我第2200。有冇添啲啊？各位女士，劉哥，2200。好，第二聲2200，我在這。好，第三聲2200。係啊，請佢嗰度先翻個名，留個電話。好，得，你問上咗香先。食冬蟲啊！嗰個發財姜食冬蟲啊！唉，開枝散葉啦，好似嚿姜啊！好啦，我哋而家第二個發財姜啊，發財天丁姜啊，起拍價都係80蚊，80蚊。1288，好，你細1288嘅啫，1288，天丁發財姜。會長幾多？會長1800，方會長1800，絕對不平。方會長1800，有冇添啲啊，老細？方會長1800，會唔會添啲啊，老細？第二聲1800，仲有冇人添啲？好，第三聲1800。好，請阿主席一樣啦，又係頒俾阿會長肯定啦，幾個大人物啊嘛，係啊，幾個大人物啊，係啊。大哥，會長，好啊，大家都知嘛，好啊。好，